啊，一个因为因咧有钱人出手，定金就共下50万啦，安尼啦，啊去看，啊楼顶就落来啊，隔壁就落来，哎，你线上我线下，我甲恁讲哦，恁互贵300万啊啦，啊贵是毋是？你会比行情贵300万共买一间厝无？买啊！啊，所以这电子公司的老板娘甲因老板讲，咱的信用遮尔好，咱来买任何的厝，拢会当超额贷款。因强讲，啊贵300万，你要叫我来买来做慈善，我嘛无爱啦。哦，啊，咱教会其他的传道者、牧师去甲遐，啊隔壁就甲伊讲啊，啊恁买的厝，共定落来超过300万啊。咱毋兄弟你会买无？往贵300万你要买无？你看真灵啊！你若怀买，嘿，可能买。毋是啦，你要了50万现金嘛。哦对。给了。啊，就加了诶！啊，你知影人来替教会做代志，伊毋是为着家己呢，伊是替教会想呢。所以呢，伊这50万定落，这是伊诶平常时有钱人诶会出手嘛。吼，咱若去买一间厝，啊，定金加5000块啊，10000块，这是较事上诶啦。啊，一摆共下50万。啊，所以，啊，所有的代志拢爱找到牧师来啊！啊，牧师啊，啊，你要决定安怎？我若无人要买，我爱承担责任，我袂当互教会起码了这50万，啊，我来买落来。哎，啊，红贵300万啊，我就买落来。哎，啊，我这楼骹呢？抑佫真济迄落呢，掠楼就掠3摆呢。最近佫掠一摆楼，爱付，人一个来估计18万，啊佫饮水，啊佫重新油漆落，这是第3遍呢。啊，所以这个厝，阮就先接来啊。啊，咱是甲魔鬼撒旦伫相拍的呢。啊，这个对阮遐尼好。哎，阮家关心，因太太知影，牧师嘛甲因翁读圣经，因翁的事业会一直跳起来。所以呢，因翁一个月本来100万的业绩，啊，牧师去甲读圣经了后，就跳一个月几啊千万，啊，就跳一个月几啊亿，诚做哇，好的公司。啊，咱牧师对人遐尼好，我甲你讲哦，若听一句话，伊无介意，伊甲你切甲你啦。因为伊知影阮加几300万嘛，啊，这个头家呢有钱嘛，我一个月我有够会现15000块的房贷嘛，啊，毋知啥讲一句话，伊对牧师夫妇有问题啊。伊连甲你见一摆面，甲你坐落来谈话都无，你无论以前对伊安怎偌好啦，这是咱人性的可怕，你知影？自迄天甲即仔，伊毋捌甲我讲一句话。本来是安尼好佳呢，本来阮会去迄落新北市新店，拢是伊的好安排的呢。啊，凭信心买落来。房贷一个月啊，几落万呢？啊，我是望阮囝儿呢，我要去贷款70几岁，银行哪要贷互70几岁啦？无可能啊！安尼啊嘛，所以逐个月拢为着这样，目睭念就一个月呢，目睭念就一个月。哎，啊，知
参敢是甲房贷纳出去？哈！即摆我爱纳啊！即咱生活上世上的代志，咱有耶稣真好啦。我啥物代志我拢甲耶稣讲，耶稣会知影阮啥物时阵要用钱。耶稣互咱的钱拢拄好啦。我以前做毋对代志啊，我讲耶稣，即代志是我做毋对，毋是你做毋对的。我会互判迄个诈欺掠官啊，我互掠官应当的啦。耶稣，我袂怪你啦。毋过耶稣你若救我，我会足欢喜的。会晓甲耶稣师安讲话啦。你看，这红领箱仔内底，逐礼拜7、8万以上，因为我开票去互第一银行，甲贷款一个月开30几万的票出去，你知影？我知影我出代志啊，我就去甲银行讲，你甲30几万的贷款甲延长，信用贷款甲延长，我一个月入5万块左右，我这较有信心啦。我是讲若5万外块这是20几年前的代志啦。若5万块，我相信上帝要帮忙我。上帝一个月，1年就30几万，这是敢若人形银行的，以外生活费，以外啥拢莫讲呢。所以变我甲耶稣讲7个啦，我若互掠官，我袂怪你。耶稣，我坦白甲你讲，你若要甲我帮忙我会真感激你啦。咱爱提阮啊，孝阮啊，爱报阮啊。讲耶稣安尼，迄阵红衣小也毋是，毋囥咧食，囥伫我工道的正对面遐啦。所以我坐台顶迄软狗的时有讲台，我这每个我拢去看，啥人会靠近即个红面箱啊？啥人有可能甲钱投红面箱啊？我甲你讲，拢毋知影啥人啦，就红面箱啊开起来，耶和华以勒就是讲上帝甲你批判，耶和华以勒个钱袂当用去教会，上帝这笔钱是要用伊写人的身上安尼，教会会记显出来，伊是要互送，就摕回来嘛。但你知影我礼拜摕着1包，拢7、8万，7、8万的意思是，我银行的钱6万啊。会加1000外箍啦，上加会加2000外箍啦。我甲你讲，我19岁来信耶稣，一直到今仔日哦。阮爸爸上帝甲接去咯，到13岁，我就叫我同工来，用上简单的啦。我这么欠的人，我想讲1、20万，会当交代到1、20万。爸爸已经去上帝遐是啥要紧的啊！我就敲电话，爱请人来甲协助。迄个牧师讲，恁爸已经93岁啊，信用遮尔好，你会当清彩，我就生气啊！你知？若无清彩，我最少爱开80几万，这是我心内暗示。我是毋是对耶稣足亲密、足有疼心的？我疼耶稣啊，往好80几万嘛，甲开落去，感谢主。到拢办完啊，中偌济，嘛是真成功。一个牧师要去加拿大，牧师要转来按牧啊。我就靠因爸伫那边啊，我伫那边热个果子啊，因爸讲上线好，上线好，
伊娶是娶韩国人呢。